啲政策之後，呢啲咁嘅財金政策咧，就會令到即係話個庫房咧就係比較充裕，財政緊絀嘅情況就唔出現啦。所以即使漢武帝好揮霍都好咧，當時都唔憂冇錢使。漢武帝嘅文治武功，歷史有公正嘅評價，但漢武帝同其他專制帝王一樣，都有佢殘暴不仁嘅一面。所謂伴君如伴虎，喺漢武帝身邊嘅大臣，人人都係戰戰兢兢，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咁樣過生活。根據《漢書》嘅記載，漢武帝用嘅丞相大部分都不得善終嘅。嗱，漢武帝做咗50幾年皇帝，用咗13個丞相，除咗前邊嗰幾個係竇太后干政嘅時候，佢話唔到事嘅。當佢可以話到事嘅時候，絕大部分嘅丞相都不得善終。其中一位丞相公孫賀，佢嘅故事仲傳奇啊！當呢個漢武帝要封佢做丞相嘅時候，佢竟然跪地婉拒，講到聲淚俱下，希望個皇帝唔好封佢做丞相。公孫賀係因為吸取教訓，知道做親呢個位真係高處不勝寒，伴君如伴虎，而且多數不得善終嘅。雖然話一人之下，萬人之上，好巴閉，光宗耀祖，但係公孫賀都唔想做，果然就真係一語成讖。後來嘅無辜之禍，公孫賀受到牽連，結果一家被誅殺。嗱，從公孫賀呢一個例子，同埋好多啲丞相嘅悲慘下場，你就睇到漢武帝殘暴不仁嘅一面。講多個古仔俾你聽，叫做腹匪的故事。當住個皇帝面批評個皇帝，咁啊梗係要殺你頭啦。但係如果對皇帝不滿，擺喺個心裏邊，又或者俾人覺得你係對皇帝不滿，而且你係藏喺個心裏邊，咁你都有機會有罪。呢個叫腹匪，喺個腹裏邊誹謗個皇帝。有一位正直嘅大臣顏誼，曾經對漢武帝某一啲政策咧係唔係好滿意嘅，咁但係佢又同另外一位奸臣張湯咧就唔啱。張湯有一次咧就要害呢個顏誼，於是捉顏誼嚟問佢對漢武帝某件政策嘅睇法。顏誼已經醒目㗎啦，個心諗張湯可能會陰佢嘅，所以咧就唔答。嗱，根據史書嘅記載咧，就話義即係顏誼咧不應唔答，眉反唇。嗱，問題就出喺呢個眉反唇嗰度，即係個嘴唇微微喐一喐，欲語還休。張湯就同個皇帝講：呢個顏誼係腹非皇帝。嗱，嗰陣時就用個非字，而家呢個非字即係匪，就言非。咁大家可以睇到係一個會意詞，即係講啲皇帝唔啱聽嘅嘢，講啲當權者唔啱聽嘅嘢。喺嗰個時代冇言論自由就梗㗎啦。原來沉默嘅自由都冇，不但止沉默嘅自由冇啊！如果你沉默係被認為係對個皇帝不滿嘅，一樣係死罪。嗱，當然今時今日就唔會有呢啲咁嘅惡法㗎啦。但係今時今日都係受咗2000幾年專制主義嘅影響，令到好多人淨係識拍嗰啲當權者馬屁，淨係識講一啲當權者中意聽嘅嘢。如果講嗰啲唔啱聽嘅嘢咧，就唔會得到任何嘅好處，而且可能會受到壓迫。伴君如伴虎，漢武帝身邊嘅大臣好多都不得善終，但係你又點會諗到佢最寵愛嘅幾位夫人一樣係下場悲慘？嗱，我哋先講陳皇后。陳皇后即係陳阿 Q， 係漢武帝嘅表妹，青梅竹馬。漢武帝細個嘅時候見到阿 Q， 直情同佢講：我第日娶你做老婆，起間金屋俾你住，呢個所謂金屋藏 Q。陳皇后無所出，就成為漢武帝即係另結新歡嘅藉口。當然啦，做得皇帝啊，大把女人啦，後宮佳麗都幾千人。咁但係佢寵愛嘅女人就唔係太多嘅。呢位新歡就係衛子夫，即係衛夫人。
嗱，未講衛夫人之前，就講翻陳皇后。由於有呢個衛夫人嘅新歡，陳皇后嗰種女人嫉妒嘅心，自然就出咗嚟咧。加上皇帝冷落佢，咁啊，梗係好冇癮啦。於是咧就揾咗個巫女，整咗啲公仔打小人，將呢個衛子夫同埋皇帝寵愛嘅幾位歌姬咧，就整成啲公仔，跟住用啲針去拮佢、詛咒佢。喂，今時今日，據說喺鵝頸橋都仲有人喺度幫人打小人，打你個小人頭，又打你個小人手。嗱，呢種係一種心理上邊、情緒上邊嘅一種，即係自我安慰，一種宣泄。結果俾漢武帝發現咗，漢武帝不但止唔體諒呢位陳皇后，即係嗰種心歸寂寞嘅痛苦，而且仲要將佢貶為宮人。但見新人笑，不見舊人哭。漢武帝嘅新歡衛子夫原本係平陽公主，即係漢武帝嘅姐姐，府中嘅一名歌姬。漢武帝見到之後驚為天人，當日就臨幸，跟住帶返宮中。衛夫人幫漢武帝生咗3個女之後咧，就生一個仔。佢生仔嘅時候就係漢武帝29歲嗰年，呢位兒子就係劉據。漢武帝將佢立為太子，衛夫人就母憑子貴，就自然成為皇后。但係衛夫人個下場一樣係好悲慘，因為呢個太子劉據受呢個無辜之禍嘅株連，結果搞到要自殺。而呢個衛夫人喺個仔自殺之後，又跟住自殺。講到無辜之禍，太子自殺，皇后自殺，直情係宮廷倫理大悲劇。呢個宮廷倫理大悲劇係點樣嚟嘅呢？就因為太子劉據要見呢個漢武帝，但係誤用咗漢武帝嘅馳道，即係車道。於是咧，負責呢個京師治安嘅嗰位江充，佢喺度諗：我究竟要幫呢個太子，即係喺皇帝面前即係講大話，抑或如實稟報呢？後來佢就選擇咗如實稟報。但係佢如實稟報之後咧，又驚呢個太子第日做皇帝會報復，於是咧就陷害呢個太子，同漢武帝講：你而家有病啊，係同太子搞巫蠱有關。呢個漢武帝60幾歲，真係年齡與智慧成反比，竟然誤信呢個太子劉據係有謀反之意，於是咧就派兵咧就要去即係對付呢個太子。太子冇辦法，咁啊同佢對抗，到最後梗係兵敗，結果咧就要搞到自殺收場。太子自殺之後，衛夫人嘅皇后嘅地位亦都俾漢武帝廢咗。衛夫人見個仔又自殺死咗，自己皇后又冇得做，無所依靠，又一樣選擇呢個自殺嘅道路。喺太子劉據同埋衛夫人相繼自殺之後咧，漢武帝亦都開始反省，覺得自己都怪錯咗個太子，後來就將呢個江充咧捉咗嚟殺咗佢，為子報仇。嗱，從呢件事咧，你就睇到漢武帝其實晚年嗰個性格都相當反覆。漢武帝大約67、8歲嘅時候，曾經有位大臣向佢建議，叫佢派士兵去偏遠嘅輪台度駐軍。武帝跟住就下詔罪己，為以往所做嘅一切而認錯。後世嘅人就稱為輪台罪己。呢度詔書大致上係咁話嘅：過去為咗打仗，搞到人民要抽重稅，喺戰爭之中更加帶嚟大量兵卒嘅死亡。諗起呢啲慘況，我嘅心實在好悲傷。眼前我哋應該消除呢啲因為打仗而帶嚟嘅暴政，多啲鼓勵人民耕種生產，唔好再逼佢哋交重稅同埋去打仗啦。呢次輪台下詔罪己之後，武帝真係再冇向外用兵打仗，漢朝嘅人民終於可以擺脫年年用兵所帶嚟嘅禍害。萬方無罪，罪在朕宮。漢武帝呢個晚年嘅反省，下詔罪己，其實嗰個心理狀態就係為咗自己後繼嘅人唔好重蹈覆轍，可以否定晒佢自己所做嘅嘢，冇咩所謂祖宗家法，然後令到佢呢個繼任嘅人，當然係個仔咧，就可以放開手腳，
即係自己去做自己想做嘅嘢，呢個都算係用心良苦。